继续关心上新的消息，这是前台南市议长、现任无党籍的台南市议员郭信良，甲安南区的里长高正健，因为主办定位区这个案涉嫌向业者收commission1300多万。昨昏检方针对8人已经起诉，专案已经移送台南地方法院要审理。地方法院迄边嘛裁定郭信良以150万交保，限制出境、出海甲自机。 议长有没有什么要说的？小心小心。台南市议会前议长郭信良伫羁押2个月了，最后案破法院裁定150万交保，穿白衫挂水案，边有朋友陪，将紧就离开法院。共案件的被告安南区电视里长高正健是50万交保，2个人拢限制出境出海，加限制大居。今年台南市无党籍议员郭信良，甲安南区电视里长高正健。 涉嫌伫电视中卫案向业者收乌西钱1000多万，这个被羁押禁见。台南地检署昨侦结，将郭信良等8人依照贪污等罪嫌提起公诉。沈卓、郭姓被告、高姓被告均为公务员，本应廉洁自持，竟为图一己之私利，利用其等身为议长、里长之职务上机会，向辖区土地重划业者借势借端。 勒索财物，并收取高达1300万元的汇款，实有辱官箴，应予严惩。电视主办中卫案面积9.28公顷，2021年完工，由农地变作建地，利益正大。检方讲，高正健是郭信良服务团队的成员，知影辖区内电视中卫案有利可图。民国108年，这些业者想要买地废地，买无成功。 就甲郭信良强模，110年6月，由郭信良出面向业者收乌西钱1300万。高正健担心代志会曝光，所以就叫唔知影内情的郭信良服务处姓黄的女助理制作合改假契约，暗砍收乌西钱的路向，并且只是黄路顶4个人，伫咧侦查的时阵做伪证，涉嫌犯告诉伪证罪。 检调指控郭信良利用议长的身份勒索财物，犯后的态度也真歹，警察发现中当量刑。台南市新加将这直辖市了4届议长，包括赖美惠、李全教、郭信良加区丽丽，拢有官司。记者综合报道。